现在呀，辣椒也打好了，然后花椒也打好了，然后我们芝麻我们也已经炒熟了，白芝麻我们也已经炒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辣椒油跟花椒油。那辣椒油跟花椒油啊，我们要先熬一个香的油。那香的油就是用一般的这个沙拉油做就好。那香油里面我们有，我现在有洋葱，然后有姜，然后有那个香菜，然后还有葱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，然后这里还有另外的香料，这个是那个花椒粒，这是花椒粒，然后这是月桂叶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肉豆蔻打一打哈，然后这是八角，然后这个是肉桂，然后这个是香茅，这个是我试试看可不可以，因为香茅我很喜欢泰国菜的香茅的味道，所以我想加进去试看看那个味道，所以我们用这些东西，我们先用这个来熬成一个香油。现在我们开始做，这是煮好的那个白开水，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辣椒，我们要先把这个辣椒用的有一点湿湿的，可是它又不会太湿。这个啊，我觉得这个辣椒这个已经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加一点盐。然后加一点盐啊，听说可以放久一点，然后加一点糖，可以让它味道比较好。哎，做这个辣椒酱真麻烦，一直打喷嚏。那是。然后我们现在花椒啊，我们现在做花椒就也一样，一点点。我们一样也加一些盐，一些糖。OK， 现在我们准备我们的油，全部最大锅。油差不多了，油很热了。对，现在把菜料加进去，这个是quoi OK， 这样。很香。
色差不多了，咖啡色的这样子，所以这些材料不要了，香料通通拿掉。对，拿掉。你看，那现在干净的，全部的材料都放在这里。捞起来。现在我们火要最大，开大火，非常热。OK， 好，在这个里面我会加一点点这个白芝麻，比较香。这样子多一点。下去。哦，完美。是这太够了吧？看起来不错。这个呢？摇起来看看，先辣椒，油，辣椒，下面呢，从下面捞起来，那也跟外面的面的店一样，花椒油，离手 ，OK， 淋，好啦。E adesso tocco finale， 最后的。我们加米酒，加一点酒。OK。多吧，漂亮的颜色。一个红色的，一个绿色的。你一定要吃这么辣吗？哇，辣是辣，辣吗？香，香吗？ non male， 而且颜色看起来很漂亮。 non male， mi piace， 颜色看起来很漂亮。 mi piace。行，成功。Io questo bravo col broccolo。 这个是花椒，花椒油。花椒油，还有牛麻水。比较香，那个比较辣不辣？所以我们的辣椒油是有辣，哇，我们的花椒油是有妈妈的吗？ buonissimi， sì， 妈妈的，有妈妈的这个辣辣的，哇。 Buonissimo. Ah, fantastico. Ah.
bene，很多，成功。太好了，很多。Eccola qua，在这边我们有黄豆，已经泡了8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是。在水里面。这个是500公克的黄豆。哦。500公克的黄豆，然后泡一泡，泡到这个程度有没有？把它泡软这样子，把它泡软。给我看。把它泡软。是，这个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样子泡软了。然后这个水啊，水多一点，反正我们要把它煮到软，因为我打算做一个黄豆酱。啊，黄豆酱。是黄豆，因为我们不是有辣椒油吗？对。然后我们辣椒油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。有啊，辣椒油有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所以啊，我打算用那个辣椒油啊。我打算那些辣椒油、花椒油啊，都是可以拿来做菜的时候可以炒菜啊，或者是做那个凉拌的时候可以加。所以我想说，反正也可以黄豆酱啊，我们加一个黄豆酱，它有点像那个豆瓣酱的感觉的。豆瓣酱。它那个意思不是真的一样。是。所以我们煮，现在就是里面呢就是水，然后我们把那个香料，因为我们的那个辣椒油里面。有什么？这个就是八角，然后月桂叶，然后那个肉桂，八角，我们就把它，OK，我们把它丢进去，盖子盖上去，等到它滚了之后啊，我们稍微打开一下，然后火转小一点，它才不会跑出来。最好的。先让它滚起来。Facciamo morire. Adesso vediamo， 看一下结果怎么样。哦。煮了多久？1个小时。1 ora。对。然后这个要加那个辣椒，对不对？我打算把它泡在那个我们的辣椒里面，放凉，然后水滴走，然后明天因为已经晚了，明天我们再来下一个部分。OK。加那个辣椒。是。OK。多一点油。现在这个水啊，我们炒的比较干之后啊，颜色已经变得有点黄黄。然后我们现在啊，加这个是那个大蒜跟姜，大蒜末跟姜末。然后我们加白胡椒。这是这样。然后啊，我们加那个蚝油。soia densa。这个是素蚝油。
椒油。Adesso lo metti. 这个是我们昨天炒的白芝麻，芝麻，sì. 我想让它再炒再香一点，然后香，很辣。Ecco qua. 黄豆。 Allora abbiamo questo è 这个是辣椒油， la già io, olio di peperoncino, 这个是花椒油， 花椒油, olio di 花椒, 麻辣黄豆酱， mala, quando già. Questo 麻 qui 麻 è. 的辣辣的黄豆酱。 Sì, perché questo è mamada e questo è la lada. E questi insieme qui fanno questi fagiolini di soia super piccanti. 喏，还好。那么这个就是你可以当成小菜嘛。 Con cucchiaio tira su un po'. 这里 Aspetta, 这里有黄豆，然后跟芝麻。 cosa c'è? Metti. Questa roba qua. E mangiamola, mangia. 一起吃2颗吧， Dai. 这2颗。这个啊，其实是有点辣，所以这个啊一定要拌东西去直接吃的话，味道是好吃。 Hai provato? Buono, siamo. 而且我觉得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泡着，有没有？你大概越泡，它的那个辣椒、花椒味道都进去了。 Lo lasci là, più a lungo lo lasci più si prende di. 而且它里面还可以吃得到芝麻的香味呢，芝麻的香味，然后黄 Però 豆。 è piccante, cioè. Molto piccante. 对 Va bene, OK， finito. 好的。 Bello.